好人，啊个入教会吼，伫这方，因为是一个信仰的身份吼，做人处事吼，是，拢算做讲互肯定吼，互敬仰一个人但是吼，伫圣经内咧讲义人，这个义人是，毋是很简单的代志我简单甲咱解说啦吼。旧约内面讲义人吼，旧约内底义人是啥物？诗篇37篇23节吼，咱内底无吼。伊是讲义人的骹步被耶和华立定啊，吼，伊的道路耶和华所喜爱。耶稣立人，神就讲来讲哦，世间无一个义人啊。安尼免解说。但是加勒泰书啊，加勒泰书有讲啥？人称义毋是因为律法。意思讲，伊就讲哦，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哦。人称义啊，这人被称义啊，毋是行律法啦。称义，信耶稣基督，你就讲其他一寡方面，是毋是会当互肯定？伊是一个义人。我讲这个义人哦，我拢像我早甲你回答这人哦，我是来讲的哦，也是拢毋对，因为哦。要互称作义人的是我是以耶稣伊句话来讲世间无一个义人。对。要互称作义人的人哦，较有可能。但是耶稣伊讲世间无任何义人，伊是最后伊是要表达啥？恁敢有相信我无啦？恁有要对我无啦？因为恁若信我，所以我讲头拄仔讲信耶稣基督是啥？信耶稣要救咱。信耶稣是通过上帝，通过伊要来救咱这个代志啦。所以这无关，这有关系哦。信耶稣基督毋是代表你拢毋免做啥物款的认罪悔改嘛？因为你要信耶稣基督，是你爱将家己放落家己。你看耶稣要被钉死的时阵，大家人毋相信你啊。以咱的眼光啦，咱信徒的眼光来看吼，牧者啦，应该是。若要讲义人，无则是讲应该拢是义人，因为吼，义人的祈祷是大功效，安尼就是找牧师尔，找无错。咱信徒无吗？咱信徒无吗？所以我讲吼，咱莫甲伊迄个啥类别化啦，咱莫甲伊迄个区分讲吼哇，什么人啦？我感觉简单讲，照圣经的话讲，吼。加勒泰书第2章16节，你当甲写起来吼。人称义，第2章加拉太书第2章16节，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啦。人称义哦，意思是讲人乃当称作义人，吼，毋是因为做啥物好事，遵守啥物规矩。义人的叫圣基督，伊若信耶稣基督，信耶稣要救伊，我认为这就是真正义人。安尼尔，到底你要甲伊讲安怎？伊也无安怎，伊也无做啥物代志，也无啥，安尼会使吗？但是人相信耶稣基督会救伊这个人，所以伊的生命若拄着困难、拄着问题，伊知影耶稣基督会甲伊帮忙啊。但是迄个讲伊也无做啥，无做啥，你甲看即种会讲即种话的人。你家看哦，伊拄着问题甲困难的时，拄着人的问题的时阵吼，你看伊安怎克住？通常哦，这种人哦，伊袂克住哦，嘛有这种的哦。伊人的祈祷是大功效的，一直是啊，所以你你就解释一下。来，我歹势，我讲几个例，互咱了解圣经。罗马书第5章第1节。伊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咱既然若是因为信称义，就会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甲上帝安怎三合啊。所以我头拄讲无毋对啊，你头拄讲耶稣讲，伫世间就无义人嘛，对无？但是伊咧讲的是咧表达讲，伊一直咧表达讲，我就是上帝，恁所咧相信迄个上帝所派来，我就是伊的囝。你要信我无？但是无人要信啊，了解无？所以我认为
信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单纯一个宗教名词，伊代表的是当你信这个救主的时阵，你会愿意将你家己的罪，将你家己的过失，将你家己知影讲你是一个不足的人，你需要耶稣基督，你需要上帝，你需要圣神的帮助，你这个人就会无共款啦。啊，我感觉这个人伊的行为就会做改变，但是有的人，你认为讲啊，伊都也袂做啥物代志，啊，拢无安怎，我认为吼，无人来教导，咱就爱甲教导去甲伊讲，互伊明白你安怎做。你若讲伊信主，啊，但是佫拢无要改变，安尼这较危险。你讲因信称义就是义人，啊，我讲大家信徒嘛因信称义啊。你会使安尼讲啊？你嘛会使安尼讲啊？但是到底？因信称义来讲，后面接下去有很多动作。对了。包括认罪，包括你因信，这个就你就要去明白啦，不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保罗的讲因信称义。所以我佮讲哦，罗马书，我补充小图哦，你写者哈，罗马书第3章23节到24节，罗马书3章23到24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吧？咱们怎样？好，不要一讲哦，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成义了。安尼有清楚无？因为耶稣基督啊，咱才有法当白白称做义啊。也就是讲，伊咧讲的意思就是讲，你若无通过耶稣基督，你就算做啥物好行为，嘛无法当称做义啊。哎，好，但是所以咱人是罪，伊就讲嘛，头前我讲，因为世间人拢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所以我认为讲无毋对，你可能会感觉讲，到底那啊无你感觉啥物是义？称义？因信称义哦，照样你讲安尼哦，信哦，因信称义就是信的得救，对不对？对。但是哦，信以后的动作，以后伊所作所为哦，拢袂使犯罪。咱免有可能，人一定犯罪啊。这个是要算做一个义人。但是吼，义人有一个重要，伊讲伊是无搁再靠家己的行为啊。也就是说，伊后来若个会犯罪，嘛是人之常情。但是人之常情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中间，伊既然伊袂搁靠家己，伊会知影伊伫罪恶的中间，要安怎倒转来离耶稣面前。但是他会以信用来以后，就是说，因为信，他会知道怎么做避免，因为咱人一点是。我认为的义人不是袂有罪啦，是因为伊愿意悔改。哦，义人是因为伊我靠上帝，我靠上帝救恩的稳定，所以伊的人的生命无共款，不是代表无罪咯。韩国主管新加坡这两个哦。对啊，嘛是有罪啊。这是义人，我袂用义人这个词去定义啊。因为对唔对？这个义的问题，义人的问题，其实咱真无容易去解决定讲，伊是毋是？但是坦白讲起来，嘛是有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在找伊，对伊的中间去学到真理话命嘛是有啊。你要安怎讲？所以我是感觉讲，我刚才讲义人毋是袂有罪，嘛是袂有犯错，毋是，乃是因为伊会晓认罪悔改，伊知影要安怎倚靠上帝。我用简单安尼来定义啦。当然这是我简单的想法啦。好，咱佫继续倒转来咱继续倒转来看咱今日的内容可能若讲无了，咱可能后礼拜佫继续啦。第3点，所以第2点啦，第2点来讲，我再重复一次，祷告的伙伴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信任的关系，所以彼此会认罪，不是代表毫无分辨的分享那个内在的挣扎不是哦。乃是伫属灵的顶面，咱灵性上知影讲家己的彼此的欠缺、甲不足，要安怎互相伫鼓励、带导中间求助灵命下边。第3，祷告的伙伴是让我们的祷告是更有能力的。我问你
有当时你家己祈祷会感觉无气力袂？会袂？你有感觉有当时一个人祈祷，敢会无气力？会啦。你来看你阵个精神，我讲你若精神愈好啦吼，要做活力啦，我讲哦，讲你哦，做野生的时阵哦，你祈祷哦，差多济。差足济啊，对啊。但是咧，逐工时间，毋是你会当掌握，环境嘛毋是你会当掌握，吼，身体臃肿嘛毋是你会当掌握，吼，随时人的一生旦夕祸福啊，常常拢会伫咱的生活咧发生啊。你用出去无小心拄啊发生车祸，迄当时你的心境也好，你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我认为，咱看圣经马太福音书18章19到20讲，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就。哦，这讲什么？你看见有当时咱有信徒吼，伊讲有咧祈祷，但是你有发觉伊祈祷的内容，甚至伊祈祷出来的生命的反应，有成就，有结果无？看起来敢若无介有好的结果，对无？啊，你讲伊有祈祷，啊，但是啥物上帝看起来像无甲成就呢？啊，你安怎看？伊讲有咧祈祷啊，所以我认为圣经内底咧甲咱教导讲，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我感觉耶稣嘛咧甲咱提醒，伊讲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我认为吼，咱爱常常为着咱的青少年的同工来祈祷，为着主日学的老师来祈祷，为着圣歌队的指挥领袖来祈祷。我礼拜日咧跟咱的队长吼咧探讨最细节的问题，伊伫心中有最看见咱长老教会伫信心的内底是做缺乏，甚至做软弱的。所以咱真正唔通用咱人的迄种认知吼，认为讲应该安尼做就是安尼做，不是？这个无是讲将义人的祈祷是大功效的吼。如果即摆来讲什么叫义人，咱每一间教会啊，这个人若平常时啊吼，互受敬重的人，互看做吼，你甲要甲尊敬啊吼，啊，你时时谦卑哦，啊，不管伊身份如何啦吼，伊在教会里会做谦卑。啊，对人处事啦吼，啊，搁会晓时常替人祈祷啦吼，啊，红看你到底哦，真正你找出伊的缺点，拢安尼看无对无？这个人就是义人啊。但是我无安尼想咧，因为我真正我讲，你所看会到的面容也好，毋是代表迄是人咧看的，因为我甲你讲，阮做学者，阮私底下有当时较侪年长者，较恁咧看的。真正是像迄人家敬重的，我甲你讲，迄私底下拢伊不少迄部分。伊会讲，但是看即款的到尾，人嘛是会看见啦。我即像即款的啦吼，私底下我讲私底下安怎样对不对？迄个到尾人嘛是会反映着伊某一寡所在会。对啊，所以你讲有果效。安怎样？我毋对，迄果效，我感觉讲，迄毋是咱会当去讲的。但是我的看法，我的意思，我即摆咧讲的就是讲，咱毋通家个人迄个神格化。咱家己当作人拢是拢同款。咱而家咧讲是讲，咱祈祷要搁较有贵力，真正咱来彼此建立这种关系，家庭会当做互相来祷会啊。团队阮即摆咧讲的祈祷的谈判啦。祈祷谈判就是你若有谈判，就有果效有气力。你看，即摆吼，子安吼，咱即摆看这礼拜2你在学生哦，因即摆开始也想要来教会，揪你家哦，这是好现象。但是我现在在想的是什么？我就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同工哦，你要好好的带他们在关系里面要怎么样？要祷告。要学习建立好的品格关系，因为这个时阵就是时机啊，对吧？每当跟他回来到教会，别讲5、4、3，就爱趁机会了解因安怎建立迄个美好的关系。所以
所以从家伟伊拢来讲拢在练歌啊，我拢会改鼓励，我袂歹哦，好好训练自己。哦，他有很多细节，我是非常称羡的。为什么？他比起很多国中生，他知道懂得看，也要看人的世面。伊知影爱该什么讲什么话啦，好，该做什么有礼貌的代志啦。咱要安怎及时在适当的时机点去告诉他，就是趁伊有力量中间的时阵，咱就要赶紧啦。所以祷告伙伴，我们要让需要的人，在他现在跟我们有机会去教导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们。所以咱小组内底，咱记得，咱唔好讲记得当作是一个例行公事的一个动作啦。咱来甲伊讲，记得对咱的生命是足重要。我要为你祝福，你嘛为我祝福记得。搁有另外一种，我头拄讲两种的代祷方式对无？咱个安怎做？另外一种，来，你找你边仔的人，咱互相分享，你有啥物款需要代祷的？因为当时上济人，有的人真正无爱互知影啦，这种情形伊愈唔敢，上好就是我拄讲的第一种，咱大家人开嘴祈祷，我先祈祷，这几一站啊了后，你第二遍就是用我拄讲的，互相两个人互相代祷，代祷了，搁另外一种，后一个月，咱弄一个月，后一个月第三遍你就往哪，就是用论的，安尼，咱来操练看卖，你去看卖，你去经历，去看这个小组员因的生命的变化。我有啥物咧讲？我拢咧看讲祈祷敢是真正带来功效啦。真正啊，我拄咧一开始第一，我咧变前的迄个姊妹，我真正是安尼去体会到，我咧带伊就是安尼带的，所以我体会到伊伫祈祷顶面对着果效，感谢主。伫拄着困难的时阵，伊用祈祷呢，伊拢无甲我讲呢。伊平常时生活内底用祈祷来帮助伊的生活来解决问题，体会认捌着上帝甲伊同在呢，奇妙无？所以我感觉咱的方法正确，咱看信徒帮助信徒祈祷的方法正确，无我感觉咱陪伴，咱教会做做这个动作，拢像例行公事啊，安尼真无彩。信徒来咱中间，伊足需要帮助的，咱无法当家帮助着，安尼嘛真无彩。所以简单讲，我今日先讲这三种，来看咱做伙做勉励。祷告的伙伴，我们3个重点就是彼此扶持，建立信任的关系，还有更有能力。不要小看这个更有能力哦，我都觉得如果今天我的太太，我的太太伊甲我讲，我的囡仔，我的太太讲，咱来祈祷，我跟你讲，我会足欢喜哦。迄个欢喜，人家像你咧讲的，好像那个信心来了，你也想要祈祷，你也想要安怎做，你也想要很有盼望，你想要一起祷告，因为有伴啦，有伴的祈祷，你会感觉做火热啦。所以我感觉讲，咱唔通将祈祷当作是你会晓袂？你要祈祷袂？唔通来当作是一个像一个交代的工作啦，交代的工作，讲你爱会晓，你爱唔通，安尼家教导教示讲你会晓袂？会晓袂晓迄种感觉啦，我感觉唔通安尼啦，咱就爱陪伴因，陪伴咱的信徒，帮助因了解要安怎祈祷，好，安尼咱这个时阵我们一样一起来祷告因为我们也有直播，那牧师就带领大家，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晚上的聚集，让我们透过学习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在祷告的伙伴关系里面，我们需要建立彼此关系的建立，不单单是彼此分享、讨论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难题，我们更需要透过时常彼此代祷、互相提醒，甚至互相为彼此的需要来祷告，让我们在祷告的功课上面看见彼此生命的问题得着解决，也让我们彼此扶持里面能够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都是神你所创造，我们更需要透过彼此的代祷关系里面来建立一个祷告的圣殿，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都能够建立那祷告的祭坛。愿主你也能够继续持守，带领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为主你做美好的征战。感谢赞美主，也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大桥教会在接下来的侍奉工作上面，在4月份、4月底还有4月初有社区的活动，还有青少年的迎新活动，还有许多我们在侍奉工作上面的安排，我们都能够有好的规划跟预备，我们都能够学习透过祷告来更深的明白我们如何走在神的心意道路上。谢谢主，再一次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而活，做美好的征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到8点半，能够我们一起来学习生命的功课。愿你平安。